笑天下乱纷纷，世事杂乱。春啊，哎，你那遐有成钦差大人无？当然嘛有成，你本来就是钦差大人啊。水问论，喂，让我忙多了，没讲严事就会多嘞。哎呀，我收买资本家的钱，我准备好了，好酒名我也是准备好了。做官嘛，突然没就两条东西呗啊！是讲该准备的我准备好了。让万下心肝行卜卜跳，738下唔得天窗。本官每年啊，本官很没请晓得为官自托嘛。哎呀，我老爷你若唔是官场文化的，讲也是拍过啊。想到了，这一个太死鬼呀！对了，对，老李拿押出来。对，嘿啦，哎，这小可代志，我通多番通判大人，我钦差甲你处理好啊。阿哥，你该死嘞！你该死啊啦！我未该死。我即摆要讲啥？升堂。升堂！升堂！范进弟，我看你哦，愈看愈无法演呢。我来甘仔来咱演路甲你探听，迄连那三岁囡仔哦，听到你的名，就敢若叫鬼拍着，安尼骂吼。你若遮无人演啊？为你钦差大人，亚像个好官难为，对百姓强好，百姓会变刁民啊！我也是秉持奉送的指示，铁面无私，依法做事来教化百姓。干嘛难定我该治理之下，也还系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五国丰收，六畜兴旺啊！我相信钦差大人，两百一天带点奉送的假面之意来到干嘛来的所在，也向钦差大人汇报奉送。我们做奴才的，尽忠报国是我们的责任嘛。只要能够报答皇上的圣恩与万应，就可以让俺范进的官老土地曲躬尽瘁，在所不辞啊！哦，赞！哇，恁这有读册人做官哦，讲的话就无共款呢。迄后3字经，后千字文，后释诗仙文。啊，毋过孔子讲的文章哦，恁条条捌，条条都做袂到。恁这拜孔子讲的吼，较输阮这拜托你讲的啦。范进弟，你迄柑仔来3岁囡仔，拢知影你贪污，你到底贪偌济？你讲。钦差大人，嘛讲公堂之上，唔係講錢嘅好地方。哦，當啊，到本港嘅偏堂奉茶，都是啊，钦差大人可以係真金胖肉，也係元票。雖然本港乾風回撲，兩手潛伏，不過我一定會好好地孝敬一兩三日啊！你哋係死呀，開起來免俗啊！面色啊！哎呀，康伯大人，我捌旁地互你啉吗？啊，钦差大人真正黄马褂，嘛是我离你遐摕转来。你若识时务吼，你做完就歹代志，讲。太監救命！竟然敢假裝钦差大人，對啦！
个两三个做起来，是。是。范进殿，你这么大胆，敢冒犯钦差？钦差大人啊，你听我讲，我真正是哦。免使咱讲假话。钦差大人，伊头仔讲啦，你啊甘仔来所在哦，迄防卫之地啊，流浪之民哦，祸亲多啦，还过哦，偷抢拐骗层出不穷。我本来哦，单将引体力王八瓜，就因为了迄钦差大人啊，他还有点出的猥琐哦，将大人哦包含颜料。嘿，迄孔主公来遮衰啊，有你这款的文声。你拄则伫遐讲遐有诶无诶时阵吼，我正边诶耳孔边，孔主公甲我讲两字，冤枉。倒边诶耳孔边，孔主公嘛甲我讲两字，见笑。话哪正直啊！我甲你讲啦，我这个钦差哦，甲别人拢无共款，我足开化。人讲哦，做官清廉，食饭骄阳。迄羊若食伤济，腰子会歹呢。迄食钱本来就做官艺术啦，头食爱晓切喙，食了爱好看相。你若食到通便势，逐个心甘情愿，甲你拍扑较学落，安尼你就无罪啊。若像你这款的吼，哼，有某人食到脏水，无某人食到欠腿，两开人食到流腿，四开人食到倒规，犯这点，你该死啊！钦差大人，我真嘅係冤枉嘅。我范进的，自从来到甘仔兰那个所在，我也是兢兢业业，屹立不变啊！我是三更颠覆五更起啊，上也废险啊！奈何后官不听恶霸，其杀业做尽坏事，黑帮挨霸啊！我希望你太前上皇帝脚下，敢我无公土噶！哎呦，那白白甲咱头家皇帝食头路哦，你讲这个话就外行啊啦！咱做官的人摕钱叫做贪的，皇帝人摕钱叫做扣税。你安尼甲百姓的钱收收的，无靠皇帝，直接囥喺你的裤底下底。我放你煞，皇帝嘛袂放你煞；我放你煞，皇帝嘛袂放我煞。规矩我嘛不爱放你煞，简单两字，抬头好无？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啊！你若搁冤到吼，我头壳疼起来哦，我先甲拍床拍牌，再去抬头。大人啊，我甲丢落来，我要甲阮头家交代，压落去。冤枉啊！我这个，我这个是冤枉的，钦差大人，我是冤枉，我是冤枉呀！大人，我是冤枉呀！换你啊来，我同款嘛要甲你抬头，你有啥物冤枉，讲两句我来平通的。真安定。查要官，查要有读册，但是查要官，较会贪。想要到朝廷，会派一个无读册的钦差来甘仔兰，竟然是一个清官。若要做一个贪官，3年官2年满；要做一个清官，伫甘仔兰这个所在，半年你就做袂满。这个你啊人讲话足惨的，我甲听起来，敢若有一点仔你甲我恐吓的款。禀大人，伊毋是敢若一点仔恐吓你，伊是真正咧恐吓你。你这个你啊男你啊！哼，你伫外口做歹人，凡说我无你的才调。这公堂呢，阮头家皇帝地盘了，你伫阮头家皇帝地盘甲抢夺，你是抢安怎的哈？你的官位是皇帝予你的，但是我的地位是靠我家己双手拼来。都亲像你拄则所讲的，伫甘仔兰这个所在，我的地位比皇帝较大，我看你要哪甲办啊！这个嘛，好，我不爱你阮头家皇帝地盘办理，我要你的地盘办理。
既然有心对到遮来，若无去嫌，请一摆皇帝。咱无切无知，你安尼来找我，应该毋是什么好代志。对，我是来找你报仇的。毋管有啥物亲像大婚，你来者是客。歹所在，我这个散车人，敢若会当请你啉一杯白粉水。看你这样的作风，无像歹人。我的头花，敢袂用害我？好眼力，我毋若是眼力好，我的针嘛真准。你行前迄支针，敢袂用害我？你是来报仇的。这支针若加落一寸，我单位的性命就乌有去啊！是安怎？你无下手咧？我单位第一，惊欠人情；第二，惊欠人财。啊，若是我这条命，自我长山过台湾，早就趴喺脚仔疼。你有才调，随时来摕。是讲姑娘，这款代志有来有去。今仔咱算起来是5分平手，上输上赢，还阁毋知呢。要治我的命，敢免讲理由。你抬我阿爹的时阵，你敢有讲理由？若真正单位有欠你这条，看你安怎讨，我就安怎行。也无现此时，我手头阁有几条人情世事爱你。互你等3个月，敢会伤久？这3个月，你的命，我交代互你家己好好保管。时间若到，我会倒来找你谈。你有够诚意，这杯水是甜的。以前穿新娘衫，做新娘坐花轿，要嫁予伊的时阵，一粒心一直起起伏伏，一点仔出嫁的感觉都拢无。即摆双手空空，无半项。我这个做新娘的感觉，做甲真实在。熟悉思遐遮久，头一摆有这种心情。是啊，你人放弃啊啦。是啊。来，姐，俺俩不爱睡觉，睡觉。先登天灯。你唔来赶紧讲话，你讲啥？惨背几暝寒。哦。本钦差受皇命，斩贪官，除恶法，
大贪官范进德，伊斩头，金马来心恶霸，大人啊，传李兰。哇，姐啊，这金车大人看起来喊妈妈咧。我即嘛别讲啥。大大李人，大打李兰，你的手内无翘翘，去日本钦差敢下跪。来人，根据大清律法，对朝廷有功的地方士绅，甲有功名的人同款，会当见官免跪。大打刁民，明明是危害地方的恶霸，佮假自称是地方的士绅。来人啊，用刑！稍等啊，大人，敢讲朝廷派你来，是要来欺负像我这款对朝廷有功的人？哦，你若讲安尼，我真正听袂落去啊！自从我踏入柑仔兰以来吼，无人讲你好话啦，连迄三岁囡仔讲着李兰就歹人，李兰歹人，吼！你搁一直婀娜家己，哦，我真正听甲规百岁就要砸去啦！无安尼啦，免信，直接抬头好无？好，有无？有无？你看，大家拢讲甲你抬你啦，看你人缘偌歹就好。大人啊，我替朝廷做代志，毋是靠人缘，是靠实力。啊，但你这款人哦，毋是心向就是手热啦，你有啥物实力？哼，你直讲你对朝廷有功，无嘛拜托，讲两句来骗芳的，到底有啥物功啊？柑仔兰这个所在是一个化外之地，虽然朝廷一只小厅署，但是这个厅署并无迄能力来管理地方，甚至厅署的官方兵饷，朝廷都付袂出来。若毋是靠我这个地方的头人伫咧供应，恐惊厅署早就已经关门啊！大人，你想，我安尼是毋是对朝廷有功？这个嘛，好爽。好算。你才做头人无偌久尔，明明是你勾结通判，危害地方，你搁伫遮恶言乱语，大人啊，用刑！对，无你即摆咧笑啥？你皮要上啊你？你这个钦差实在真好笑，敢若会晓用刑，是非黑白拢袂晓分。较好较歹，我嘛是堂堂一个柑仔人的头人，你无缘无故要对我用刑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敢甲我磕着，明仔载我就上京告你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较好较歹，我嘛是堂堂一个柑仔人的头人，你无缘无故要对我用刑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敢甲我磕着，明仔载我就上京告你，告你这个钦差侮辱朝廷的体面。这个嘛，本钦差，本钦差问你当，你讲使，你是要危害地方，勾结通判，这是讲来。都亲像大人拄则所讲的同款，我做这个头人无偌久，通判甲顶任的军议院演主区台中，因互相交结，危害地方的代志，我拢看甲一清二楚。我毋愿百姓受灾殃，所以我等区台中过身了后，负起一个做头人的责任。我是伫咧造福柑仔兰，安尼做后罪啊！哎，你这个人哦，迄心肝有够歹，啊口够好咧。哦，迄责任拢煞煞，迄个袂讲话死人，啊讲落拢家己歹。哦，拄则我是真顾欠咧替家己讲几句话。若要论真讲，我对朝廷上大的功劳，就是消灭地方的恶势力。以早军议院甲清源社，每天嘛为着争地盘，
伫咧冤家相拍，通判根本就管无法哩。好佳才是我李兰，将这两个恶势力消灭，维护地方的平安。所以大家才有法度安居乐业。大人，我安尼做，功劳有大无？这个嘛，了个有，大人，你的小妹是我救的，虽然毋是功劳，毋过是一个真大人情。今仔日情、理、法，拢徛伫我李兰这边，毋知钦差大人是要甲我定什么罪？哎呀，你要倒啦？这个人就出事要来讲话，迄话讲也袂赢伊啊，这也歹办啊！我看三十人见走才危险，算。无呢，你毋是叫单位来作证，叫出来讲话就好啊。我都唔相信你话我讲话。来人啊，团证人单位。团单位。团单位。李兰，听明来！单位啊，单位卖较冲动，有讲的啦，我替你做主啦。参见大人。300啊，贵个，他毋是无想无使啊，唔免贵啦。但迄歹人都无贵啊，你是贵安怎？免啦。你哦，甲这个歹人所做的歹代志拢甲讲个清楚，吼。我所知的调停，除了扣税，也是扣税。自古以来，我捌的好官敢若一个，伊叫做包青天。今日你叫我来作证，毋是我毋肯讲啦，是讲我讲敢真正有效性。你敢知影？我住福建迄个所在是罗家庄，虽然拢规庄落了，毋过自从我出事了，哦，迄规个天哦拢青青的，阮规个庄头大家拢叫我罗青天。你免惊，做你讲，你讲偌济，我就甲办偌济。你是笑要死啊呀！本钦差你办啊，你甲一直笑一直笑，你若爱笑哦，我就罚你一直笑，笑到着笑毙为止。叫我元首人来做证人，钦差大人。你可真够办啊？安怎？你无做的代志，你也惊？你无做的代志，你也惊人讲？单位，你讲。第一条，伊害死区台中霸占军演。第四条，伊用炸药炸死阮阿母，枉为阮阿母当作亲生囝共款。第三条，伊害死白毛族的公主，引起抗反冲突。第四条。伊害军演的大小姐邱永兰走投无路，伊为了要替因阿爹报仇，甲李兰同归于尽。结果，不管李兰这个人做偌侪歹代志，但是这死个人会死，一定要叫伊赔命。若无，只卡的敢有讲多心？苦恼，苦恼，苦恼啊！你啦，拄则辉哥所讲的这4条，有3条是查某的，而且其中1条，佫是甲你笑绵绵，敢当作亲生囝共款，这路你也甲放下落去。哦，你有够夭寿呢哈！你这个就真正像人讲的啦，歹心恶落度要死，车15要出线落大雨，要捡就找无路。今仔我若互你留你这个世间哦，阮罗家庄的天真正变落去。大人，我拄则讲啊济。你无信甲半句，我的元首人凊彩讲的，你每句就信。你要相信伊的话，我无反对。今仔日你要定我的罪，证据伫倒？李兰，你敢是毋惊死咧？查甫囝敢做敢担当啦，想到你毋承认咧？要叫我家己承认，安尼就表示你无证据。大人，照大正律法。并我元首人空嘴报纸，安尼，敢会当甲我定罪？这个嘛，现场有啥物人要出来作证？现场有啥物人要出来作证？证明单位所讲的拢是事实。
我会当作证。哦。钦差大人，是毋是若无人证物证，就无法度定李兰的罪？对，你即马讲即句话，讲到我的心肝影。嗨，阮做官的就是安尼歹做，迄明知就歹人，啊，就无证无据，就无法度定伊的罪哩咧。好，那安尼我要出来作证，我要证明李兰是无辜的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那安尼我要出来作证，我要证明李兰是无辜的。蔡社长，这是公堂啦，你唔通后壁讲话啦。对啦，你拄则讲的哦，拢无准绳。蔡社主啊，我知影你这个哦故意人啦，啊，毋捌你这公堂哦会紧张会惊。我甲你讲，我这亲切哦足亲切的，你免安尼啦，嘿，免紧张，你搁讲一遍，吼，来。朝廷从来毋捌管这百姓的死活。人讲皇帝毋顾，百姓无路。感冒咱这道路，拢是这百姓一低头一本机所开出来。派一个通判来，毋是扣税金就收红包，啥物代志都无替阮做。阮感冒咱这个所在无啥物法，啥物人拳头无大粒，啥物人就硬去食。百姓的代志，都百姓家己管。钦差大人，请你莫插手。啊，你若硬搁要问，我就甲你讲，李兰无罪。这句嘛，你句嘛。快等。哦，慢请。安尼我是毋是无罪啊？安尼，钦差大人是毋是会当当大家面头前宣布我李兰无罪，害我一个清白，害我一个公道？各位乡亲父老，李亚男这个歹人无罪哈。巴社主，有时间来我军医院访地，我阁想要甲你好好讲一下。李兰，稍等。你毋好安尼做，你若安尼母咧，代志咱母哪大条？大孙仔，你拄则来讲迄种话哈？你敢知你落头落尾会去用配汤配烂呢？啥物代志，我家己做家己担，你免替我烦恼。你若愈烦恼，你会愈严命。见笑，真正有够见笑的啦！当堂这个清源社社主呢，在众人的面头前，迄款话也吐袂出来。久安怎艰苦？遐个老社员，大家嘛望我大孙仔当食人，大家要听的呢。结果呢，真正是鸭卵蛋过高，破破啦！是啊，规个清源社社主，换你来做啦。李兰虽然会当霸占清源社的财产，啊，毋过伊无法度破坏清源社的声望。这个声望是老社主留我大孙仔上好的手尾。今仔大孙仔讲这个话，等于是甲这个手尾拢败了了。伊有伊的做法，我有我的拍算。是啊，听我的就对啦。社主换你来做啦，吼。阿辉，阿辉啊，王娘姐，我们来，咱遮罕行咧。有一件代志要甲你参详。王娘姐，咱也毋是无熟悉啊，讲啥物参详，有代志做你烦恼。阿辉，讲凡有我不敢当，
今仔我是带这兄弟要来交代互你。关娘姐，我两句话想要私底下甲你参详者，内面请。关娘姐啊，今仔日你带众兄弟来，若是要甲我单位做伙拍拼，迄是你看会起我；若是要将因交我，啊你一念要去甲人输赢。安尼，你就无甲我当作是朋友。这个输赢，我是替老社主咧输赢。老社主不止将青湾社交互我，伊上挂心的就是大孙爷。大孙爷伫公堂顶讲遐话，我就应该爱替老社主请你问候。关娘姐啊，一般期你行。起步是毋是打岔，大人颠倒看较清楚。我好意甲你提醒，我感觉蔡社主，伊毋是行唔对路，伊是伫行险步。一般期内面上歹做的就变甲准，有进无退，有去无回。以我甲蔡社主的技巧，我感觉这盘棋，伊甲万白做红军。伊想要做好处。来，用茶。自从我做头人以来，这是我头一摆亲手替人烘茶。用一下，啉看起是啥款？不过。你若小可讲着一句话，我甲你保证，这是你人生最后的一杯茶。既然是最后一杯茶，有啉无啉拢同款。漂泊，毋过甲漂泊，命嘛同款一条命。唔知你今仔日踏入我军演进前，讲嘛是好嘞。蔡根毋是啥物孝子贤孙，伫要带入你大门以前，我甲祖先相想过。今仔日蔡根有路道有命，我就毋相信我敢入体，你敢敢杀人？奇怪。以前你蔡某某哪有这样胆识，嘛袂变成一个互人配谈配烂了尾仔囝。今仔日个遮无笑面底皮来挖苦你，蔡根已经是个无过去的人了。彦祖，你安尼讲是轻婚，也是糟蹋？一半一半。听闻你以早无好啊对待我。糟蹋你，简简单单，就互我摕到青元社。你讲要来挖苦我，排除理由我听看卖。青元社是你按我的手中甲我抢走的，只有来挖苦你，才有机会利用你的手中甲青元社讨倒转来。我敢讲，你毋知敢应无？即马干嘛来？敢有我李人有干的代志？你若要安尼做，话讲出嘴，你就剩半条命，知无？我知。你敢真正这么决心？有。真好。我有才调做头人，我会北顿顿到遐，我就予你一个机会，试看卖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
我的温情，我会堪要放袂记。人欠我的挽手，搁较细条，我一点一滴，拢会记甲清清楚楚。要对我用力，甲较早欠我的，先清清咧。你拄则毋是有真有决心，讲要对我手头，甲青湾社摕倒转去。人有几斤几两，毋是家己知就好，爱做风看。以早带社主，就是安尼对待我的。今仔日若是毋敢赔，大家毋通甲笑。伊就是无才调，所以青湾社才变成我的。大家啊，爱甲同情，甲可怜，千万唔通甲体笑。你阁想要我去甲你人讲话，那表示你对伊还袂死心嘛？伊迄款人哦，你若毋对伊死心，你就会愈来愈伤心呢。行啦，莫看啦。安娜，真歹嘛！歹啊！歹啊！你啦，今仔头人你在做，这种软土深骨的代志，你做甲遮招有，你都还是毋知影见识安怎？我是毋知影见识，是讲带囡仔呢，伊就较知影见识。要做我李南的骹手人，要做人的奴才，是袂使甲主人食了米。我要饲奴才轻重，这有啥物毋对？是啊，莫甲伊讲遐济啦，先请再讲啦。今仔日要问要母，
你拢毋是我的对手。我李南就应付你甲到。是讲蔡金，你今仔会遮尔失败，是因为你母路做了太久。你若想要出发，今仔日这个场面，你毋就应该提出一个做查甫人的主张出来。好啦，我今仔就互你一个机会。我的代志免你管，你等下。我毋是要管你，我是要对你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恁的家务事哦，恁家己等去会会咧。你甲我爸，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甲我爸，老孙呀！你咧白心酸的哦。加对加贵，我讲我要对你，你若是要白，我就对你白。姐啊，咱是咧车边呢，你煞甲人白惨落去，姐啊！ 大叔呀！唔通起来啊！安尼就好啊。蔡囡啊，我是来做欣赏你的，你都已经这么6岁啊，阁有一个查某陪你爬，一个查某若阁甲你对调调。 你永远袂阁大汉。好，我就阁予你一遍机会。这道你若甲拄了，我就予你来军医院做我的下手人。若是拄袂落，我军医院嘛无需要你这种无路用的卡手。 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两人最后的一首情歌。